台中成功3月爆炸案件发生到达，台中市府已经收到14间专柜厂商提出资遣通报28个人。劳工局又举办劳动权益说明会，现场有加班为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了解。市政府强调，资方调动员工必须要符合劳基法，资遣是最后的手段，若是无符合规定，就会退件。现场的人是踢田。台中市劳工局针对成功3月爆炸案件受到影响的劳工，举办劳动权益甲资源说明会，当中有100多个合作的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现场。有一个姓谢的专柜小姐讲，停业了后，若是接受调去别间店，就是爱去新竹也是台南，是真大的困扰。大部分的人休困伫厝里听候通知，干那领底薪要维持生活嘛真艰苦。困难点就是，如果说我们要去其他的柜点，可能就是要往新竹或台南，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。我们是算业绩，对。所以如果现在休假在家，就只能领底薪这样吗？目前是这样。台中市劳工局清查资料，台中成功3月有833间专柜的厂商。到19为止，已经收到14间厂商申请资遣通报28个人，其中有4间拢总8个员工是契约到期，另外1间有1个员工是因为考核无通过，其他19个启用资遣的劳工，敢是受到这届爆炸案件影响，要来调查。市府强调讲，资方调动员工爱符合劳基法内底5个原则，资遣是上尾的手段，只要无下规定，就会退件。有可能是因为暂时受到这个气爆事件影响，要暂停工作而资遣的。如果他的资遣是不符合的，我们也会推荐。所有的合作的同仁都能够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安置，比较妥善的一个计划。我想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心声，大家希望尽可能留在台中这边有一个安全的工作，是吧？这块其实还是我们工作沟通的一个所谓的请大家帮忙的一个重点。业者强调讲，成功3月家己请的员工有303个人，目前是提供有薪假，也若专柜厂商员工的权益，会协调合作谈判，提出短期安置的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